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4月14，诗篇89篇16节安尼讲：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因为你的名欢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一切美好甲良善的伟大奇妙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全知全能，阁是永活永在的慈悲疼痛天父。主，阮的上帝啊，阮要专心称赞你，阮要永远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你的慈爱永远建立，你的信息亲像天袂摇动。主啊，愿天学落你奇妙的作为，愿地颂赞你的信息。主啊，你的大权能之水会通甲你相比，因为天属于你，地也属于你，世界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你所建立。所以，我要归日，因为你的名欢喜，因为你的公义来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